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兰花已经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为了让厂商甲相关单位会当掌握全球兰花产业的发展甲趋势，市府农业局特别举办台湾国际兰花产业展，上午伫后壁区的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盛大开幕。讲到台湾出口重要的花卉，相信大家拢一定想到兰花。其中台南的兰花也是全台湾上重要的产地之一。为了让台南的业者甲专家学者会使持续了解国际兰花产业发展的状况，同时掌握未来的趋势，市府农业局特别举办一场台湾国际兰花产业展，提供厂商甲国内外买主等兰花相关产业的代表共同进行讨论。24号上午伫后壁区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盛大来举行。我们3月的时候都有个国际兰花节，可是这个是许多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参观的。但是今天的产业论坛以及产业展，基本上是让许多业界以及外国的嘉宾买主，他们能够深入探讨兰花的产销以及他们所要定的规格，可以帮助国内的兰花业者了解国外的市场状况。基本上，我们的产业永远跟着市场走，永远跟着消费者走。所以说，当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兰花形态，当市场接受什么样的兰花形态，生产者跟通路商，通通都要依据这样的形态来修正。所以说，这个是兰花市场绝对是一个市场导向、消费者导向的一个状况。那么，台湾的兰花业者的强项就是适应力强，这个机动性强。所以说，我们对于国外的买主以及国外的业界，他们的这个前来，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兰花产业、兰花业者能够试水温，能够了解明年度2020以后的未来的世界兰花市场的未来的主流趋势如何。毕竟台湾占有30%的这个产量，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努力来这个适应市场的需求，那别人就可以马上取而代之。所以掌握市场的脉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兰花业者能够借着这个论坛，借着这个产业展，能多跟国外的买家跟国外的业者交流，能够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兰花一直长久欣欣向荣，兰花产业能够越来越大，市占率能越来越高，产值能越来越高，这是大家努力的目标。这届也有特别邀请新南向国家的代表来了解台湾兰花的品质，希望会使开发欧美以外的新市场。今年是第一次把这个我们东协的国家，把南海的国家放进去。以前我们都只着重在欧美市场，那今年特别有越南、印尼的这个代表来，还有甚至于到南亚的印度，我们新南向政策也包括南向国家印度。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让新兴的一些国家，他们对兰花的消费力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们把他们的意见纳入，把他们的形态纳入，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台湾兰花产业的强项的一面。互相交流，对彼此都有帮助。现场也有兰花产业相关的产品做展示，同时也有安排产品发表会，以及全球资料的研究甲探讨，期待透过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台湾是世界级的花卉岛。台新闻国报采访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19号伫水票稳啊公园举办造势活动，被不明人士等加人一案。经过警方努力追查，伫22号将2名嫌犯查入到案。市长黄伟哲下晡亲身到第6分局，为免有功的环境，对着警察同仁真紧的破案，表达高度的肯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19日伫台南水平稳公园被不明人士牵家人一案，经过警方60点钟辛苦的调查后，顺利伫10月22号将2名嫌犯抓到。黄伟哲24号下晡特别前往6分局颁发破案红包，感谢远近不眠不休的努力。6分局不眠不休、锲而不舍地侦破1019这个韩国瑜市长来台南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弹袭哈。那虽然没有直接
打到韩市长，但是事实上对全国民众都是一大震撼。那也凸显了我们接下来的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的维安的重要性。那所幸在市警局以及6分局的这个同仁大家努力的情况下，能够顺利侦破。黄伟哲另外表示，由于牵家两个嫌犯无属哪力定刑，类似高雄市的犯案是真歹预防的，所以对着警方侦处的掌握甲防卫扩大，要更加加强。根据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嫌犯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所以说不属于任何的组织，那是有点像孤狼式的犯案了哈。那他们2个人就这样子做，那有接应的人选，好的人员，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对于这种类似孤狼式的犯案，坦白讲是不好防范的，因为他这个情资收集不易，然后他自己车子一骑就这个随性就可以犯案，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治安的维护，我们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情资的掌握以及防卫圈的扩大，能够让这个候选人能够在一个平和公平的气氛下来进行选举活动，这点是大家努力的目标。也因此希望说这次台南市警方所做出的努力顺利在最短的时间内侦破，能够对于让国人对于国内的治安以及总统选举的维安有更增强信心。距离总统大选还有70多天，各组参选人伫台南陆续还有真侪造势活动。黄伟哲表示，台南会将治安维护好，请个人要放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近来台南的涵小工程施作普遍拢有拖延的状况，造成民怨，甚至有的工期已经拖要1冬。议员罗坤豪伫水利局工作报告，都表达强烈的不满，要求市府施工嘛要兼顾着效率。宜兰区新南街这条500公尺道路，正咧施作涵上顶帮工程为例，不管是开学以后拄着复杂的管线，还是受限天气甲道路的通行等因素，拢成为工程敢会当如期完工的变数。不过，就因为这变数，台南真侪所在涵上改建工程拢一拖再拖，造成未少民怨。对此，议员罗坤豪接受民众陈情，也强烈质疑市府甲包商抵制，牺牲掉居民行的利便。一条涵商，逐条就是拖再拖，到底是恁发包的厂商唔对，还是恁唔对啦？逐条个安尼，一个工程直直做到尾啊，做啊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完工。到验收就对啦吼，佮问题一大堆。当初是我建议的5期的这条有无？迄个是恁市政府甲包商拢有问题嘛，毋是高级的问题哦，是抵制问题哦。你即摆完的迄条，这个伫超公司头前去遐迄个工程，佮做偌久，是当时较要好啊。到人工程一踢落去，踢几来个月，规冬的咧。另外嘛，因为宜兰南方澳长桥事件影响，议员要求市府特别针对有大卡车出入的安逸桥、升天桥等等的检测，一定要彻底加强，千万唔通只靠目睭看。另外，根据了解，台南两区桥梁的检测预算一档就变1000万，那包括修复嘛只有5500多万。议员认为无够，有淡薄仔烦恼，要求监务局重新评估。台南新闻军事林根采访报道。国际赛组会300地湾区300多位会员共同捐赠7台，总价达650万的爱心福祉车，予台南甲嘉义的绿色团体。24号举办捐赠典礼，市长黄伟哲也亲身出席见证，感谢因的爱心。画面当中看到的这7台车，就是这届国际赛组会300地湾区将要捐赠予台南甲嘉义的绿色团体的社福车。24号上午举办盛大的捐赠典礼，会长台湾总会议长王全荣甲国际赛组会国际基金会主席古德龙女士也特别出席见证，肯定了300地湾区的善心。将我们的彩球举高，将我们的剪彩的彩球举高15秒，让我们现场。
个分会能够捐赠7部的车子，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诚如秀华总监在台上所讲，他们先答应下来，如果募款不到，他们要负责全部的款项，这是要有魄力、有毅力，而且要有一个使命感。那么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我们 LCF 基金会，我们古德龙我们 Chairperson 大家的支持，我们国际理事长大家的争取，能够有 LCF 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今天的活动更圆满、更成功。最后，全龙在这里再一次代表台湾总会所有的师友，感谢敬祝，就是我们秀华总监带领地湾区顺利成功，我们台湾总会日益兴隆，300地湾区越来越好。市长吴伟霆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除了感谢国际赛主会的爱心，也强调未来市府也会针对社会福利的有算持续来编列。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由6个狮子会能够捐赠7部这个妇幼专车跟富康巴士，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总值高达700多万总值高达600多万，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善举其实过去有时候当然有捐救护车也有捐富康巴士也有，但一次捐7部，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很谢谢狮子会各位师兄师姐，大家这个有这样的善行义举，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那也希望说这些社福团体、弱势团体能够好好运用这些车，能够对于我们社会上不管是这个需要帮助的基层的人，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那谢谢各位。那台南市政府也一定会全力来配合，在整个社会福利上能够多挹注经费、多编列预算，这点我们都是愿意努力来做。未来这几台车拢会运用来帮助更较侪弱势族群，透过国际赛主会爱心帮助弱势团体建设更加完善的硬体设施，也互整个社会更加有爱。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已经连续举办3档的派档古社万圣节游行，10月26号将伫万里登场。上午南区区长蔡秀琴特别用讲爱报的传统艺术装扮，加上学生的角色扮演，共同做宣传，场面非常热烈。
南区区长蔡秀琴甲来自六家赤山表演艺术的小朋友，做回讲爱宝的装扮出现伫公所大厅，吸引不少注目的眼光。区长为了促进湾里商圈的发展，今年特别甲商圈合办已经迈入第3档的派档旧社市集游行，同时延续万圣节家规家怪模样甲角色扮演的造型，希望26号大家拢来装扮设湾里。派档古峡这个活动是我们湾里商圈它非常自主性的一个行销地方的活动。那其实今年已经迈入第3年，那我觉得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省思怎样的呈现，让人家更愿意来到湾里。所以，我今天这个叫请叫做公杯婆啦。那公杯婆它是一个我们比较传统的技艺，可是我们不是只有公杯婆的亮相，待会你还会看到所谓的我们的 cosplay 角色扮演，来自我们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孩子们来共襄盛举。我们湾里商圈值得推荐。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湾里商圈本身，湾里这个地方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巷弄的感觉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前不久，我们也刚推举他代表台南市去参加全球品牌地方青年贡献奖。我觉得很有机会，期待11月份的发布这个成绩，能够对他们这个肯定。为了湾里黄金商圈新的形象大赛海角嘛，第一摆登场，甲大家见面，到时将陪大家做伙设计。看到区长的热情宣传，议员嘛拢纷纷出席，替活动代言。我们湾里是一个传统的这个社区，传统一个部落，但是我们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很美味的小吃，还有很漂亮的海景。那特别感谢我们湾里商圈杜理事长，长期以来对我们地方很用心，我们蔡区长对地方也很支持。那所以我们透过1年1度的这个万圣节的假鬼假怪的活动，希望为我们的这个商圈能带给地方一个新的活力，来展现我们地方不一样的特色。这1年来一路走来，这个活动受到阮在地湾里人的认同，甚至有侪外地来的人伊拢为着要来看阮这台湾万圣节游街来也好啦，还有就是说整个活动一系列的活动大家拢愿意来参与的。商圈理事长杜金江再次热情邀请民众26号下晡对马町宫前广场出发，欣赏巷弄彩画甲文化风情，顺续品尝丰富在地美食。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东洋五高文教基金会今年再度尽力校恒，举办10场交通安全宣导校恒选拔比赛，而且为了吸引少年人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议题，今年特别邀请歌手吴汶芳来担任交通安全大赛。第12届东洋杯我最爱线交通安全在艺比赛，23日开始伫台南市10间高中职学校进行初选，得到初选第1名队伍。不但会当得到5000块的奖金甲奖状，阁会当代表学校参加决赛。今年嘛特别邀请到创作型歌手吴汶芳担任这届交安大赛，希望运用伊的影响力，让更多学生关注交通安全的重要。主办单位今年竟规划“我最爱线”全民啦啦队项目，让参加学生会当用手机投票，选出家己支持的队伍，增加活动的参与力度。
东洋武高文教基金会现在进行的是我最爱县交安才艺竞赛，这个活动呢已经进行了第12届。那在这12年当中呢，看到同学活泼的创意，那也提供了很多的创意，在交安的教育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提供给同学们互相做影响的或者做教育的。那在这边的话，基金会也希望呢，在今年的活动当中能够看到更突出的队伍。那今年我们的活动呢，有一个特别的单元，就是全民啦啦队。那我们运用网络，可以请参加的同学直接在网络上对今天参赛的校园里面的几支队伍进行票选。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观众票选的第1名，那还有就是评审票选出来的第1名。对，这也就是我们今年办这个活动有在网络上面做了一些突破。那我们还有粉丝团，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粉丝团帮忙按赞。第12届东洋杯我最爱县高安在野总决赛，12月13日将伫咧成功大厦登场。主办单位今年嘛特别将奖项增加，分为团体组、戏剧组以及舞蹈组，而且前3名的队伍拢有奖金，就希望会当透过活动，让更加侪人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网络国际化行销已经是各项产业普遍运用的管道。市府经发局为了辅导在地中小企业有机会接到国际订单，特别委托南台科技大学成为企业的网页文宣英语化开始，一步一步拓展到国际市场。原本拢是中文设计产品文宣，或是公司行号的网页简介等等。现在透过市府经发局委托南台科技大学执行以后，除了转化成英语化设计，嘛进一步增加英语教育训练，要互咱在地中小企业有机会接全世界订单。22号上午，15间接受辅导的企业拢交到展现成果，而且向前坐上台南经济合的无人机，并经济起飞。我们的产品属性比较适合东方人为主，所以说我们只是局限于华人市场。那藉由这样的英文能力提升之后，我们的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转换成英文的部分，相较于那个西方社会，他们会对我们的产品有不一样的感受性。因此，在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就直接比较能够切入，尤其是 B to B 的客户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寻找到更适合的商机，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能够让我们能够拓展我们的市场到全球国际化的部分。我们推动企业英语系，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所谓的企业跟国际的这个所谓接触的界面，这个界面把它做出来。那所以我们今年都做了几个项目哈，一个就是它的文宣哈，那一个是它 DM， 那另外一个它的网站。那今年度再多增加一个所谓的它的一些影片的处理。那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这个国外买家假设看到这个东西，那也喜欢你的产品，那接下来如何跟他沟通？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做过这个所谓沟通的这个训练，让企业在他的文宣能够跟买家第一个时间接触以后，那接下来也能够透过跟买家的直接的商谈，那能够促进他的这个产品能够成功的销售出去。当然，为了协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成为台南之光，市府在明年度嘛将补助企业到国外参展的费用，希望进一步创造机会，甲国际大厂合作，前来台南投资的商机。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璇，咱再会。